大家好，今集講下現金分享點樣合理派發。但係先講現金分享點樣出現先。講起澳門99%嘅人都會知道現金分享計劃。按照我哋俗稱嘅派錢，但係你都許唔知道，第一次派錢就出現喺2008年嘅5月。而佢嘅出現呢，其實同前年嘅5月1日呢有莫大嘅關係。小編其實呢都唔係太清楚歷史，因為小編18歲仲係單身，所以我就讀人哋個稿啦。2008年4月，當時澳門特首華哥提出現金分享計劃，目的係分享經濟發展成果，抗擊通貨膨脹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嘅衝擊，甚至連華哥本人都坦承。呢一只係短期嘅止痛餅，雖然政府將呢項計劃定性為債務同援民困，但坊間更多嘅聲音係指派糖係為咗平息民怨。怨從何來？由社會嘅經濟狀況、貧富懸殊、外勞問題所累積。2007年嘅5·1遊行中，示威群眾同警方衝突期間，外號抽水哥嘅警員向天開炮，令係次遊行引起各界關注。而就喺咁樣嘅社會狀態下，華哥喺明年宣布派錢，結果一批就由止痛餅變成咗長期藥物，至今未止。由於抽水哥呢個向天開炮直接衍生咗派糖，所以有人戲稱佢係現金分享之父。對此我並冇感覺，但係我在意嘅係，當派錢一事變成咗外間對澳門嘅標籤嘅時候，卻冇人記起或者係知道呢個計劃背後其實仲有一段澳門社會嘅傷痛。然而舊傷痛仲未忘記，又嚟3年口罩令，導致中小企出現結業潮，其中原因就十分多。貴賓廳被消失，一大批嘅高薪崗位人員被下放到的士送外賣行列，或者少部分能夠成功轉型，但目前眼見為實係因勞工過多而擠壓到本地居民，年底衛星場又一批失業人士。要點樣解決呢？唔通又係送到外賣的士行列？原本大家都期望派現金分享嚟刺激經濟，幫助弱勢社群，尤其係面對18.3萬嘅外勞大軍所對澳門居民就業市場嘅衝擊，就必須繼續派發，更要加碼加量，因為加碼加量先會讓社會有信心。舉個例子啦，當居民失業時候，消費力就會減少，小企業更難有利潤空間。加上外勞過多，遊客消費力下降，就會造成嚴重通縮。就目前香港大舉輸入外勞，之前影片亦都有講到，造成達27處地盤出現財困，以及當年老字號海皇粥鋪結業，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居民失業或在外居住，又係邊個造成嘅？仲唔係外勞過多，冇工作機會提供俾居民，又冇房屋居住，卻要設計183日居住條件，就十分唔合邏輯啦。再講都冇數據，究竟顯示有幾多移居外地人口數據啦？但係據澳門普查局嘅資料顯示，2024年中本地人口，即總人口剔除居澳嘅外地僱員同埋外地學生，按年微跌0.4%至56.8萬人。而派發現金分享金額預計73.6億，區估約20億現金分享係外流。而呢20億對於一個身家有6170億嘅社區嚟講，可謂九牛一毛。所以留澳要求183日先有資格現金分享，呢種邏輯成立條件唔夠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收睇。